再来看，因为美国四大指数拢起哦，所以台股今仔嘛大起，早盘指数上悬是起破27000点。有专家嘛指出讲，美国联准会有官员支持降利息的讲法，带动美股大起，嘛带动咱台股反弹。今仔台股指落尾是收伫26912点，是起407点。拜二台北股市开悬行悬，开盘时阵26995点，早盘上悬到27118点，起超过600点。宽达股台积电高重新徛起哩1400块，早盘上悬有到1425块，起50块。基本上方向还是往降息的方向走，那这当然对股市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激励的作用，因为确实它可以提供比较多的一个流动性，但只是现在大家的想法是到底这个速度到底要快或慢？除了股市这份震动引起大家注意，进前英国的《金融时报》报道，台美关系就即要公布，台湾有可能答应投资美国差不多4000亿美金。行政院经贸办迄当阵讲，谈判团队继续透过视讯会议谈判。不过，大家关心的是，以后是不是对台湾的经济会造成影响？对传产来说，目前关税底定天花板已经知道，再加上川普的关税可能被最高法院驳回，是好消息。但对科技厂商来说，他们会担心，今年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么的高，再加上232关税、半导体关税，不知道还有什么结果，这个厂商会担心的。所以我想，厂商没有办法完全做准备，只能就目前的资讯看起来是已经把最坏的情况过去了。另外，伫房市这部分，央行第7波信用管制也未放令，但建议专家就有测，房市将会自旧年的量价拢起，变做量缩，继续倒一波。维持目前的一个管制的一个这个基调，应该是几率会比较大啊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还是会持续的观察，像是在不动产的整个集中放款的一个集中度的一个表现。那么或许在这个松绑的时间点，那么可能会比较是放在明年的上半年。因为 AI 的调无体，但经济专家就认为 AI 将会当帮助解决台湾少子化所引起的欠工的问题。AI 被取代人力，也过一段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